智慧镜头 ，Google 智慧镜头。辨识植物，是叶炸姜草。它那中间也没有一样，中间的色彩又不一样。幸运草。3叶吧，这都3叶而已，3叶而已。大姜草。这3叶的炸姜草，3叶的炸姜草。3叶的炸姜草，我找到的是3叶的炸姜草。炸姜草3叶的黄炸姜草，3叶的是黄炸姜草，那个3叶的应该是黄炸姜草。